哇，諗都諗唔到，而家2萬幾蚊咧，你就可以喺橫琴買到70年嘅住宅，係純住宅，唔係公寓啊！而且呢個項目咧體量非常之大嘅，383萬平方米嘅一個建築面積咧，裏邊涵蓋咗商業、公寓、住宅、酒店同埋呢一個保育園，所有嘅配套都非常之完善嘅。我哋樓下咧就係呢一條全長14公里嘅花海長廊，而且呢個位置咧翻到去橫琴口岸都係10零分鐘嘅車程嘅啫，非常之舒服嘅。事不宜遲，睇樓。上到嚟咧，實體嘅景觀就相當之舒服啦。呢一個全落地嘅飄窗咧，全部都係贈送俾你嘅，而且望到出邊咧，就係我哋全長14公里嘅花海長廊啦。鮮花盛開嘅時候，非常非常之靚嘅，唔係講笑。呢度咧一路至到去橫琴大橋嘅位置，都係呢個花海長廊，即係你喺屋企就可以睇到咁靚嘅海景同埋花海景。入戶門咧，呢度做一個鞋櫃啦，咁做咗比較融合式嘅設計嘅一個客廳。呢邊嘅話好似有一個生活露台。呢個廚房咧，亦都相當之夠用㗎，呢啲都係交付標準嚟嘅。咁我哋再入嚟呢邊咧，就係你哋嘅洗手間啦。跟住總共咧做咗3間房嘅。呢邊嘅話係第一間房，作你嘅公主房去使用啦。呢邊嘅景觀咧可以望到我哋成個項目嘅一個景觀嘅，大量嘅空中花園啦，同埋保育園啦等等嘅一啲景觀。呢度第2間房，咁你可以呢一間房咧就會帶一個露台，比頭先嘅景觀咧更加之靚啦。呢一度咧可以望到我哋花海長廊嘅尾端啦，非常之舒服。望下呢個位，一路至到上邊，跟住有海景啦。嗰邊咧就係你個橫琴大橋啦。最後咧嚟到主人房呢度啦，做咗個3邊落床位。呢一個係一個套間嚟嘅，同前面嘅陽台咧就同一樣嘅景觀啦。咁呢邊嘅話可以再望望，入邊亦都有個自己用嘅洗手間，亦都係相當之舒服嘅。有興趣嘅朋友可以下方留言，我發多啲資料俾你。